爸，爸，好，哥，你们两个神情好像哦。不可能，像。父子两个怎么会不像？当然像，一个事业有成，一个感情顺利。老太太是最高兴的了。哎，说起高兴啊，咱们家最近呀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儿，老太太真是三喜临门呐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高兴？什么喜事啊？哦，对，你看我，这差点把妈寿宴的事情都忘记了。可不是嘛，老太太的80大寿，咱们家是不是要好好热闹热闹？可惜啊，有些人连奶奶的生日都不记得了。哎，谁说我忘了？我大老远跑回来就是为了给奶奶贺寿的。那你倒说说，奶奶的生日到底是哪天？就是下个礼拜的其中一天嘛。依我看呐，我们应该连续庆贺7天。要不是因为奶奶命格好，怎么会奶奶进入我们乔家以后，我们家就发达起来了呢？我们明娇啊，就是嘴巧，明明是胡说，听起来呢却头头是道。纪云啊，你最近公司里的事儿的确是太忙，那寿宴的事儿，我看也就算了吧。妈，这说到哪里去了？就是再忙，也不能把您的寿宴给耽误了。我在想啊，今年是妈80大寿，我们是不是搞得热闹一点啊？我这把年纪呢，是折腾不了了。你让我再去招待什么名流、什么大亨的，我真的没那个精神了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你把公司那几个老人儿叫到家里来，再加上咱们一家子人，大家在一起团团圆圆、乐乐呵呵，那我比什么都高兴。可不是嘛，老太太想拍全家福啊，想了可不是1天2天了。妈，我想在你寿宴的时候，再多请2个人。金帆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奶奶过生日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没有，我在想啊，今年我给奶奶送什么宝物？你只要把婉晴给我请过来，我就已经很高兴了。那个笨女人呢？她刚刚把你的明娇给得罪了，所以我才给你机会，让你约会她呀。寿宴是我的宾客，当然由我做主。无聊，我出去了。哎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还没问你呢。什么时候去看你的妈妈？明天了，明天去了。今天已经约了朋友了，你有什么朋友啊？又去找阿创？在美国认识的朋友，你不认识的。哎，你干嘛老无缘无故提到谢创啊？你们两个，哼，有问题。拜拜。你说这丫头怎么疯成这样？这能像个淑女吗？妈，我刚想跟你说，我想多请。我寿宴的时候，我想把我的儿媳妇请回来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这下子，我真的可以预备一个全家福的境况了。夏董，我说家里的事儿，你能不能管一管啊？啊，家里是不是你做主吗？媳妇儿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都给你筛选过了，就剩下3位了，你看一看哪一位是旺夫命，对我们夏家有利。来，过来，来。都是些什么背景啊？这个女孩长相一般，家里是做水产生意的，不爱打扮，挺节约的。这位呢？她是上市公司老板的女儿，孩子挺能干的，做生意的。这孩子有点傻，但是人挺好的，家里也有钱。这第2个，
一看就有生意头脑。对，就是他。婉阳看过吗？他怎么会看？成天跟我装聋作哑的。哎，一会儿他下来，你也跟他说说啊。妈，哎，起来啦。要去哪儿啊？拿着滑板。到海边去教小朋友冲浪。哼，收学费吗？都是朋友的孩子，收什么学费啊？你这孩子净做亏本生意。哎，给你挑的老婆，你看看。看看看看。看什么呀？哎，看看，我还要给王太太回信儿呢，快看看啊！真的不用了。什么不用不用啊？你不想结婚，妈还想抱孙子呢。这都说啊，成家方能立业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搞那个酒吧生意赚少赔多，我看给你找个老婆，令你有责任感。两位老人家，真的不用了，我自己会处理的啊。你们年轻人啊，谈那个恋爱轰轰烈烈的，最后呢没结果，白白浪费时间。你知道现在婚姻讲究的是什么？什么？现在婚姻讲究的就是要登对。登对是什么？登对就是合适。这一合适呢，就可以少走冤枉路，少犯错误，节省时间，直达目的。节省时间有什么用呢？节省时间可以干有用的事。是啊。你看我和你妈，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没钱，谁也不用嫌弃谁，白手起家。到现在我们一起享福了，这就叫做夫唱妇随，这就叫登对。给你找一个能干的老婆，将来对我们夏家的生意，她也可以帮忙。对呀。爸，你说着说着又说到生意上去了。你说你们正在跟我谈婚姻，怎么会最后又变成谈生意了？婚姻是要讲感情的，没有感情的话，光看着有什么用啊？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你总得给别人和自己一个机会嘛。是啊，你看我跟你爸，那就是相亲认识的，这就叫看上眼了。这一路走来就是好，这就叫缘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就叫登对。对对对，就是缘分。你连自己相亲的机会都不给自己，哪来的缘分呢？哎，你别笑，给妈一个面子行不行啊？哎，一大清早就传销。好，再说再说。早。起来啦。昨天是乔金帆送你回来的。那你晚饭在乔家吃的？哎，乔继云在吗？他对你有成见，你要找个机会啊，把关系缓和缓和啊。昨天乔董不在，他妹妹回来了，所以我们一起吃的晚饭。他妹妹回来了。哎，那把你留在家里吃饭，就说明他把你当成自家人了。你要努力呀，要有个好形象啊，姑嫂的关系要搞好。我跟乔金帆又不是真的。哎呦，现在这个年代啊，真的是假的，假的也是真的。你跟莫凌天是真的吧？你看最后这……哎，妈，现在吃早餐，别说那么多了，吃早餐啊。总之，在乔金帆的问题上，你要主动、主动再主动。乔金帆的那个妹妹怎么样啊？听说乔继云很宠这个掌上明珠啊。挺好看的，介绍给你啊。谢了，都吃饭啊。啊，妈，你最近气色不错呀，看来心情很好。乔氏度过危机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啊。这次多亏了莫凌天带来的项目，我们乔氏确实需要人才啊。说起来，还多亏了来雪。要不是来雪跟莫凌天这种关系，莫凌天也不会轻易的来我们乔氏。来雪他们母女俩，这么多年来都没什么名分。关键时刻，还是帮我们乔氏出力了。所以呢？哦，所以呢，我想我们乔家办喜事的时候，让来雪来见见奶奶。
还有来雪，她妈妈也……不管怎么说，来雪都是我们乔家的骨肉吧。我们一家人团聚，我想您老人家也应该会开心吧。一家人团聚，没有燕平，怎么能算一家人？纪云啊，你多久没见燕平了？想不起来了？好好想想，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？在妈70大寿的时候。70大寿那年，我记得乔家出现了资金拮据，要不是燕平是银行家的女儿，咱们俩也过不了那个难关。你可以10年不见发妻，但不可以10年不见恩人。妈，我知道我对不起您。你只是对不起我吗？我也对不起燕平，不过我是怕她受刺激，我怕她见到我之后，病情会加重。是啊，为什么她见到你就会发疯？为什么是你？我知道亏欠燕平太多了。你只亏欠燕平吗？你最对不起的是这2个孩子，从小让他们失去了母爱，也没得到父爱。公平？什么公平？你对家里、对公司要好一点，就不会成这样了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！你这个疯女人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你可以又跟那个女人在一起。滚！滚出去！快走！你知道燕平这1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是因为有一个乔继云一直陪着他，给他安全感，哄他开心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从10几岁到现在，这个乔继云已经20多岁了。您说的是金帆吧？那你说还能有谁呢？自带父职，他在替你还债呀。你可以10年不管燕平，就当没有这个老婆，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这个妈。你可以埋怨他不争气，你也可以责怪他放荡不羁，可是你这样一个父亲，连为人夫的责任你都可以置之不理，又怎样让金帆成为一个男人，如何做乔氏的继承人呢？妈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就想借此次寿宴，把这件事情做个了断。既然你想为来凤姨母女要个名分，要个公平，那你就先为你的妻子还个公平，给我的2个孩子还个公道。到时候，你带谁来给我贺寿，我绝不吭一声，因为你是乔董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处理的。吃了吗？明江呢？出去了。你想约他呀？谁约他呀？我给他带点八卦杂志，让他补补课，好好看看他哥哥跟他爸爸闹的那些绯闻。喂，他见到中文会晕的，你忘了？我怕他跟不上你的转变嘛。一个妹妹看到她的哥哥女朋友会嫉妒，那是很正常的，很普通的事情。而且我这个妹妹
他只会关心他想关心的事情，还有他想关心的人。如果你有绯闻的话，他一定会看。可惜你没有。好笑吗？怎么样？久别重逢，放你1星期假，去陪陪他。我不要，我不在公司，你怎么游戏人间？谁替你办公啊？大白天的，约谁出去了？嘴硬。怎么，怕我妹妹被别的男人追啊？吃饭就吃饭，你打我干嘛呀？学姐，让我好好看看你大小姐。你呀，怎么突然就从美国消失了？还以为永远都见不到你了。哎呀，我好好一个大。去哪看？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学姐，你脚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儿。之前我的脚不是骨折了吗？骨折？你脚怎么会骨折呢？我跟我男朋友复合，结果就被当初把他抢走的那个女生给推下楼去了。这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怎么会那么坏？自己没本事留住男人，做出这种事，丢！算了，反正我的脚伤也好了，林天也回到我的身边，这件事情我就不想再追究了。对不起哦。哎呀，神经啊！对不起什么？哎，不过说真的，这件事还真不是我的问题，不是那个男人爱上我，是这个男人本来就是我的，是他把我男朋友抢走了。要不是林天他放不下我，每天给我打电话发电邮，我都不知道这个女人在我们之间做了多少不道德的事儿。天哪，那这个女人是有多坏啊？唉，可是平心而论，她还真漂亮，她是个名媛，我想你可能认识她吧。她叫什么名字啊？她叫夏婉晴，听说啊，她还很喜欢跟那种名流公子扯上关系。是不是那个华朗集团夏正朗的女儿？你认识啊？哦，她最近缠上的可是我哥哎！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特别讨厌他。是吗？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讲这些人了，我们还是去那边逛一逛吧。嗯，好，走。太太，您看的这2件物品呢，是我们小店的精品。这老珊瑚胸针是东洋的手工，如今的师傅可做不到这手工。看得出来是有年份的东西。您再看这白玉观音，它雕工多好，线条很简约，是去年拍卖会上的货，我们的熟客寄卖在这儿的。脸相真的好庄严，老人家见了一定高兴。那您考虑一下，是要哪一件，或者2件都要，我给您最优惠的价格。啊，我想给朋友打个电话商量一下。不着急，您慢慢选。好。
凤仪啊，打给我什么事啊？你很少在上班的时候打给我的。当然是有决定不了的事情，想请你这个乔董给点意见嘛，方便讲几句话吗？什么事？说吧。我在给妈挑寿诞的礼物，选来选去，真的不知道选什么好。我头一次进家门，怕选的不合意，惹妈不高兴了。你觉得妈会喜欢白玉观音还是老珊瑚胸针啊？喂，纪云。这样吧，你喜欢的话，2件都买吧。什么叫2个都要？你就真的那么不爱选择吗？不是这样的。如果妈摆寿宴的话，到时候你挑1件送给她；要是不摆寿宴的话，到时候2件都送给你。纪云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是这样的，他老人家最近闹情绪，妈这次寿宴的事呢，也未必确定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凤仪，我是怕，万一妈不摆大寿的话，你白费了心思。你不是说是你妈想摆大寿，还让来雪跟我一起去的吗？你听我说，是这样的，妈呢是想让燕萍去参加她的大寿。原来还是因为那个女人，她不是疯了吗？凤仪，你别这样，你要知道，我当然想让你们去了，但是我怕，万一在寿宴上那个女人闹起来，你跟雪儿会有危险。你妈宁肯见一个疯子，也不愿意见我们母女俩，是吗？凤仪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？给你时间，我都给你20年的时间了。当年是他生生拆散的我们，我来凤仪有什么错呀？啊！我来凤仪有什么错？当初我们相爱在先，为什么我一直就不能见光啊？就因为我不是你妈选的媳妇儿，所以一辈子都不能得到她的认同。她看不上我，就算了。可是来雪是你们乔家的亲骨肉、亲孙女儿，难道她对自己的亲孙女儿也那么绝情吗？凤仪，不要哭了。你是知道的，就算我妈怎么对你，我的心都在你这边。这样吧，妈的寿宴我带你一起去，万一到时候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，我们就一起走，好吗？真难为乔董你，两边撒谎，说好话，到头来却两边树敌。就这样吧，你忙工作吧，我先挂了。上次不是来过了吗？怎么还买礼物？哦，对了，见未来婆婆是要有礼貌一点。谢谢啊。别客气。明娇，你来了。乔总，你们来了，请进。金帆来了。李医生，我妈这2天情况怎么样？自从上一次乔老太和夏小姐来看她以后，你妈妈心情一直很好啊。谢谢。妈，你看谁来看你了？哎，过来和妈说话。妈，我来看你了。
明娇跟你说话呢，听到了吗？这个是明娇买给您的礼物。明娇，你来啦！你给妈妈买的什么妈妈都喜欢。你这些日子怎么没来看妈妈？呀，你都好久好久没来看妈了。我每天还天天等着我的女儿呢。我之前出差了，我在外地。你跟你爸一样，这么强的事业心。哎，妈要给你织个毛衣，你来了，我给你选织毛衣的颜色啊。好啊，那我让我同事帮我选吧，他品味比我好多了。啊，他，哎，他是谁呀？是你同事吗？去，跟妈说几句吧。没事的。我没心情，你们聊吧，我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不如你们3个聊，我出去好不好？啊，喂，你装什么好人呢？谁要你装好人了？这是我家，这些都是我的家人。明娇，我以为你只会抢别人的男朋友呢，连别人一个疯了的妈咪都要抢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又没有说错，她就是坏女人，表面上装好人，背地里使手段，活该男朋友又被别人抢回去了吧？闭嘴！我不闭嘴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让你闭嘴！跟人家道歉，快道歉！为什么要我道歉啊？她就是坏女人。道歉！她欺负明娇，她才是坏女人，赶她出去！出去！妈，她是坏女人，赶她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我讨厌你！喂，快道歉，快点！我不道歉，她连我都认错了。快跟妈道歉，快点道歉，快点！我不道歉。哥，为了这个女人，你也来欺负我是吧？你听好了，除了靳远，我不会认别人是我哥的女朋友的。你知不知道靳远是谁啊？不是我哥的未婚妻吗？看来他还有很多秘密没有告诉你啊！坏女人！血压、脉搏没什么大问题，都挺好。不过以后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要再发生了，啊？我知道了。妈，别生气啊。刚才明娇不是故意的。纪云，你说什么呢？明娇不是在这儿呢吗？我给你们弹钢琴听。这是我妈最喜欢的钢琴曲，这是当年她跟她老公结婚的时候跳的第一支舞。喂，创，
明娇刚从我妈别墅走出去，你帮我去看看她吧。明娇不会有事吧？没事。一个自己可以一个人在非洲、在印度闯荡8年的女孩子，怎么会有事呢？走吧。静媛是明娇的同学，她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孩子。那年她17，我21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2家父母都反对，我就带着她去私奔。她爸知道之后，就开车出来找她，结果就发生了意外，她爸死了。静媛一直觉得她爸的死是她害的。他无法原谅自己，也无法原谅我，所以我们之后就再也没见过。就因为这样，明娇失去了最好的朋友，所以他才会这样子。乔总啊，到机场的汽车都准备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哦，航班是几点？晚上6点钟。另外订了后天一早的早班飞机回来，行李已经放在车上了。嗯，走吧。啊。妈，你跟爸的照片收好了没有？收拾好了。来雪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这个 baby 就是乔金帆的妹妹啊？哦，哎呀，我在美国认识她的时候，我怎么会知道她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啊？她有没有跟我说她的中文名字？我也是到后来才知道的。妈，她是真喜欢我，把我当姐姐一样。我从小到大都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我也想要一个妹妹啊。人海茫茫，明娇会遇见我，也算是我们跟乔家的缘分嘛。那你就不该把她带到这儿来。这要是你爸爸碰见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好像以为咱们娘俩在使什么手段呢。哎呀，爸不会介意我跟妹妹在一起的。这2天你就好好的安心睡个大觉。等爸出差回来，我们再好好商量，行吗？喂，你在哪儿呢？你管不着。娇娇，咱那个不生气了啊！你哥现在特着急，他已经知道错了。是他知道错了，还是你替他知道错了呀？你让他亲自来跟我道歉，还有必须跟那个坏女人分手，否则我不会原谅他的。对，那也得知道你在哪儿啊，见着你才能跟你道歉吧。你这么一消失，你哥多担心啊！那你担不担心呢，创创？担心，我当然担心了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啊？大小姐不见了，这就是我这当跑腿的失职，是吧？然后我老板就是你哥，他就得骂我啊，我就会被撤职查办，流离失所，最后流落街头。你忍心看我失业吗？忍心看着我没饭碗还流落街头吗？不忍心啊！但是你还别同情我，这是我自找的啊！我连当跑腿的我都当不好，居然把大小姐给弄丢了，我这不是活该吗？大小姐，我求求你，你出来吧！眼看天就要黑了，你要是冷了怎么办？饿了怎么办？再有个讨厌的人缠着你怎么办？还算你有点关心我。我喜欢。我求你了，娇娇，乖，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，我马上过去接你，3分钟我就到，好吗？我今天不回家住了，我要住朋友家。什么朋友？你见过的，就是上次在机场那个男朋友喽。你别胡来啊！你跟那臭小子说他死定了。
喂，老强，起床了，老强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！你给我滚！哎呀，我找到你妹妹了，不想听我走了，拜拜。你说谁？乔明娇，你妹。她在哪儿？前2天我上网购物，她看见了，她说：“你也给我注册一账号吧。”我一想啊，我说你不用啊，你千金大小姐，随便到店里买呀，买各种买，没有无所谓。说重点。我就想啊，她住在人家里，不是特别方便，需要买东西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登录了她的账号，结果我找到了她地址，你妹在你妹家。你搞错了吧？我没叫披萨呀。是我叫的，谢谢兄弟。来，金帆哥，你怎么会知道我们住在这儿？来找爸呀？明娇，出来。终于担心我啦，怕我给坏人拐走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个女人的？怎么了？半年前在美国我就认识学姐了。你知道她是谁吗？你知道她在干什么吗？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？怎么这次我回来，不管大事小事，你都找机会骂我？你想干什么？金帆哥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把我们母女想得好一点呢？在你来之前，我是真不知道明娇就是你妹妹。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创，你说啊？来雪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，她和她妈最近闹出了不少事端。我没有，你不要冤枉我。就是他和他妈逼疯我们妈妈的，你知道吗？明娇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，可是我在美国没有问过你中文名字，我后来知道不敢说，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。还在演呢。乔金帆，你不要以为我怕了你，上辈人是上辈人的事。我知道你不认我这个妹妹，但你又怎么知道明娇不肯认我这个姐姐？她喜欢我，喜欢我妈。你不相信可以问她呀。你看看，这个女人，就是你爸和外面的那个女人生的私生女，就是他们母女，害我们家庭破碎，害你小时候做噩梦没人理，害你有心事没人说，害你失去了母爱。你还能叫她姐姐吗？啊！你对我那么凶干嘛？你说的这些我根本就不知道啊！以前你从来不会骂我的，自从那个叫夏婉晴的女人出现之后，你就对我越来越坏了。我就叫她姐姐，怎么了？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疼我、爱我。那个我叫妈妈的人，她疼过我吗？照顾过我吗？从小到大，她没有给过我一点幸福，她根本就不记得我了。我为什么要爱她？她活着就是受罪，让我们大家一起受罪。明娇，看什么看？来雪，我警告你，不要惹明娇，不要惹我们乔家，要不然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那我也告诉你，
如果是我留在爸身边，在乔氏凭我的本事，乔老太会珍惜我这个孙女的。另外，我会让你后悔，让你看到我来雪的才能，因为我比你更能帮到乔家。我也不怕你知道我要什么。金帆哥，你真的太自大了，只知道自己不要什么，而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想要对你说，看天空。